去年403华联大地震，也佮今年初的大埔地震，对台湾是造成真大的伤害。回顾到台湾的历史，上届严重的地震，就是1935年台中新竹的墩仔卡大地震，有3200多人死亡，伤亡是超过921大地震。明仔载4月21日，也就是这墩仔卡大地震90周年。阴暗7点半，台湾纪事报节目特别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段历史。发生在1935年4月2日透早6点02分的新竹台中大地震，规模7.1。地震中心伫大安溪中游甲关渡山附近。这个地震造成苏东市的新竹州甲台中州3279个人死亡，12000多人着轻重伤。规个岛区甲岛一半的厝有甲5万外户。这个损失若以苏东市的台票来算，差不多是3700万。伤亡的人数超过921大地震。这个95岁阿婆是墩仔卡大地震的见证者，伊住咧清水。地震发生迄一年，伊才4岁，甲伊5岁阿姊两个人靠家己的力量，伫咧放弃的厝内底逃过一劫。我若到那这请呀，咱要找无阿嬷，真咧排队迄个门哦倒落去啊。安尼空啊！阮两个大我若这就排队个空出来。这是新光区的新庄仔。1935年发生地震的时阵，规个庄仔头150户的厝，规个拢倒去。迄当阵才有住1100多人。然后死亡的，就死161个，等于7个人就死一个。受伤的640几个。有一寡老岁仔咧讲吼，就听到你有时听到会流目屎。这是台湾近代历史上死亡人数上侪大地震。外头看这段过去，嘛提醒咱各位民众对地震都要提悬警觉，也有预防地震灾害的重要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